為着要防止非洲豬隻拖入來到咱台灣，機場入境是有設關卡來檢查行李。不過有旅客唔做，保全怎去要求，也甲這個唔配合的旅客翕相，講要通報，也翕相就互這個旅客真無歡喜。至於保全敢有權力，無經過同意，就佇管制區內甲人翕相。手提行李照電工檢查，就是為着要防止非洲豬隻為高風險地區轉來台灣的旅客，攏愛增加這個關卡。若是任何有疑慮的產品，若是水片條，就袂處罰。啊，毋過有旅客轉來台灣煞拒絕檢查，這個時陣保全就會要求旅客來配合。在咧這個過程當中，嘛甲這個拒絕檢驗的旅客翕落來，講要通報。結果，這個旅客就在咧網絡鋪文，質疑保全敢有權利在咧管制區內底無經過同意，就甲旅客偷翕。就保護我們自己農產品不是嗎？就該檢查就檢查，就不是長久以來規定就是這樣嗎？對啊，拒檢。你怎麼看拒檢？自己做的經濟才會拒檢啊，就自己應該規定照規定的話，就是不要帶一些違禁品。大部分的旅客表示，攏會遵守國家的政策，保護台灣的農產品。在咧檢查區嘛有採公告，說明為非洲豬隻高風險地區入來旅客，無應該拒絕行李的檢查。拒絕的人會交予防檢署派人做伙去紅綠線台，予海關執行指定的檢查。拍攝照片這件事情，是因為如果旅客眾多，沒辦法跟隨到這名旅客的話，那我們會直接到紅線台對該名旅客的衣着特徵、公關污署辨識，以利可以做後續指定查驗的行為。針對旅客拒絕檢查，桃園機場檢疫站表示，為了避免拒絕檢查的旅客變作是防疫的破口，一般會派人到店去關務署紅線台，甲拒絕檢查行李做指定的檢查。不過人若是傷濟的時陣，會請行政助手摕公務手機啊，翕旅客穿的衫，還有特徵，予防檢署通知關務署人員做指定的檢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